真爱兄弟，新年恭喜！真欢喜，你新春的头一天，咱大家三脚组织来敬拜上帝。即马礼拜要开始，请将你的手机关机，也是开到震动，以免影响咱礼拜进行。这时，请咱安静咱的心，来到主的殿院，来敬拜伊。我真欢喜，人招我讲，咱来去上主的殿。为着我的亲人朋友，我要讲愿恁平安。为着上主，咱的上主的殿，我要为恁求福气。这是咱用圣诗435首，圣诗435首，等咱大家来吟诗，献上咱对主的感谢，请起立吟全首。Thank you.
是时，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啊，当阮每一摆接近你的殿宇，朝见你，阮就满心欢喜。阮是何等有福气的人，通通过你的独生囝，阮的救主耶稣的恩典，互阮会当成做你的囝儿。伫即个变化无常的世界中间，感谢你，互阮会当倚靠你的恩典徛在，因为你的引带甲扶持，互阮的脚步会当徛稳。总是阮人常常因为罪甲骄傲来离开你的正路，颠倒自悬自大，坚持家己的意见，安尼不但偏离你的心意，也失去你的同在。求你赦免阮的骄傲，除去阮的愚妄，恳求圣神常常提醒甲帮赞，互阮对无知的罪恶中会当晓悟你的心意，会当以谦卑的心回转归向你，重新来调整家己的言行举止。也恳求你引带阮，互阮有能力会当实践你的旨意，伫世间人中成做你的见证。愿一切感恩、懊恼、荣耀，拢归伫你。真爱爸上帝，感谢你过去一年的保守看顾，引带你的教会，搁保护阮，赐恩典互阮。伫这新的一年，求你帮赞你的教会，特别是建堂的事工，会当伫阮计划的事工中显明出你的旨意。嘛求你将新的眼光放伫你教会的牧者、长职、同工，甲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心内，互阮会当执行事工的过程中，会当同心合一，互阮的灵性会当得到更新，也愿阮所做的会当得到你的感纳。我嘛要为着你找工课，也是身体有病痛、心灵忧伤，也是伫苦难中的兄弟姊妹来向你祈祷。我要特别求你亲自安慰离父上地上的遗属。虽然伊离开阮，互阮感觉真毋甘，总是伊刷了世间的劳苦，安歇伫主内。总有一日，咱会伫天里搁再相见。也求你医治身体患病、心灵受伤的人，因为你的同在，互苦难中的人会当得到安慰，赐互因对你来的平安，生命会当得到真正的安息甲头目。求你纪念看顾因的需要。真爱主上帝，愿你的圣神教灵甲阮三甲基地，借着林耀生牧师的分享，互阮会当明白你启示的真理。求你亲自引带阮。即时，阮要用助力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愿更为献给上帝，愿更咱来启用启用文17篇，启用文17篇也是诗篇65篇。启用文伫圣诗后壁面1029页，现着咱三角来启用。上帝啊，人着伫锡安称赞你，搁着对你写所下的愿，听人祈祷的主啊，全人类拢要求困你。罪压倒我，是你拢要赦免。
你所竞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院的即款人真有福气。人要依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日出日落的所在，你拢互因欢呼。你灌溉土地，落雨按合，互土地增肥。上帝河水满满。你安尼准备土地，供给五谷。你灌溉田园，收编土地。落狗野的雨水，互土肉软软。你赐福，互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你行过的路，拢有油得滴。连旷野的草坡嘛有油得滴。山头用欢喜做大厦。草坡有羊群做衫穿。山谷用五谷做外套满。这声，因拢欢喜出声吟诗。这是咱来共听上帝话。今仔日的圣经节是伫旧约列王记下卷第4章第8节到第10节、14节到17节。现着我来读第8节。有一日，以利沙来到苏联，伫遐有一个好野的妇人人，强强留伊食饭。后来，以利沙逐遍对遐经过，就入去食饭。妇人人甲伊的丈夫讲：常常对咱遮经过迄个人，我看伊是圣者，是上帝重用的人。第10节，咱来伫厝顶起一间细间房间，内面下眠床、桌仔、椅仔、灯台，互伊来咱遮的时，通入去休困。14节，以利沙问基合西讲：安尼我会当为伊做甚物？基合西讲：伊无囝，伊的丈夫嘛老啊。以利沙阁讲：请伊来。基合西就请伊来。妇人人来徛伫门口。以利沙讲：明年即个时，你会抱一个查甫囝。妇人人讲：我的主，上帝重用的人，莫甲我骗。17节，妇人人果然怀孕，到过年的即个时，生一个查甫婴，拄照以利沙所讲的话。接下来我们来念和合本的部分。第8节，一日，以利沙经过书念，在那里有一个富有的妇人强留他吃饭。此后，以利沙每次经过就转到那里去吃饭。妇人对丈夫说：“看啊，我知道那常从我们这经过的是神圣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盖一间有墙的小阁楼，里面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每当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那里。”14节，以利沙说：“究竟可以为他做什么呢？”基哈西说：“她真的没有儿子，她的丈夫也老了。”以利沙说：“叫他回来。”于是他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以利沙说：“明年这个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我主啊，不要这样欺哄婢女。”17节，妇人果然怀孕，到了明年那个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以利沙向他所说的。以上愿上帝赐福听咱伊的话，搁照安尼行的人。接下来，咱教会诗班要带咱来学老，因要紧的诗歌是《我要耶和华唱歌》。
所以，咱要请林耀生牧师来分享。伊今仔要分享的题目是“为主备办一个位置，恩典就入去恁兜”。也是新年恭喜！真欢喜，咱有一寡出外的遮青年，转来到伫咱的中间。大多恁应该看到讲，咧唱圣诗的时阵，牧师拢会拢无伫咧台仔顶，我伫咧音控。今仔有一寡人出外，所以咱的同工就较欠一寡。毋过拄好，甲咱今仔日所要分享着，拄好嘛有关系。当咱伫咧踏入一个新的一年，咱的心检测咱拢会有侪遮愿望，咱愿望咱会通家庭和平平安咱的身体健康，事业顺利教会兴旺所以咱会通伫迄中间来彼此来安尼道贺讲新年快乐是讲有迄个新年新希望。但是伫咧即个崭新的起点的顶面，咱更较需要来去思考的一个较深的问题，就是安尼今年咱是毋是愿意为着上帝、为着咱的主来备办一个位置？今仔日咱要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的这段经文来思考一个伫咧圣经内面一个真特别安尼无留落名，却是互上帝永远纪念的一个妇人人，即个思念的即个妇人人伊的故事为咱拄好拆开一个真安尼讲属灵的一个奥秘，就是当人为上帝备办一个位置，上帝就为人安尼预备恩典。特别是伫咧即个新春的第一天，咱要同齐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所以咱要来想的就是安尼祝福要对倒位来？祝福咱拢知祝福是对上帝来，安尼迄个祝福是对是安怎会对上帝来？是因为对慷慨来开始，对一顿饭来开始。伫咱今仔的经文内面，一开始讲到讲一日有一日伊丽莎来到伫即个思念的所在，伫遐有一个好野的妇人人，强强留伊食饭。咱会通看见伫咧圣经内面有真侪时阵不管是上帝要做代志，透过先知做代志，包括主耶稣做代志，拢有透过食饭。但是咱今日这段经文内面这位妇人人圣经内面讲讲伊是一个讲大户啦，好野人，好野的妇人人。表示讲伊的这个经济迄个经济能力经济能力真好。但是圣经无强调伊的财富，伫咧经文内面搁较强调的是伊的行动。伫遐讲起讲，伊强强留伊食饭，伊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来安尼接待先知，强强留先知食饭，毋是被动的邀请先知只不过是干那经过因兜，怎强强甲伊留落来，佮主动甲伊接待。即个新人伫咧咱的经文内面讲讲叫做迄个咱的经文内底讲，伫遐讲上，伊是圣者，是上帝重用的人。咱伫咧即个所在看见，这位妇人人并无因为伊需要祝福伊才来去接待即个新人，嘛毋是因为伊想要安尼得到回报伊才来付出。伊伫迄中间。伊只有干那单纯，那照咱今仔日咱的经文，尤其是伫第9节伊遐讲讲即个伊讲伊干那单纯看见即个新人，讲伊讲伫第9节讲，
伊甲因丈夫讲，常常对咱遮经过迄个人，我看伊是圣者，是上帝重用的人。即个妇人人，伊的迄个慷慨，毋是冲动的，伊有伊的属灵的眼光，伊有看见即个经过引导的人是一个无共款的人，是一个上帝所重用的人。弟兄兄弟，新的一年，咱慷慨要对倒位来开始？咱是毋是愿意安尼对伫一顿饭，还是一个邀请？还是一遍的服侍来做开始，迄个属灵的祝福，常常拢是对迄个生活安尼看做，咱看感觉讲足美势，咱做这也毋是啥物代志啊。确实伫咧迄中间，属灵的祝福是对迄个真美势的所在，安尼看似微小的地方来迄个决定来开始的。所以这个。经文煞只讲即个妇人人讲伊丽莎后来，就逐届经过因兜的时阵每一届经过因兜伊就伫迄中间，伫遐安尼，逐届经过因兜，伊就经过因兜了啦，就入去食饭。搁快是，毋免你请，我就来。但是这个妇人人毋是咱讲，他不是一次性的热心啊。比如讲，我即届无请你哦，继续甲伊安尼甲伊交代所以这个好起来，这个妇人人，伊就安尼持续安尼来服侍。即个先知伊丽莎，煞渐仔啦，伊的丈夫，伊对伊的丈夫讲啦，伊讲迄个，伊讲伫遐我 PPT 伊对伊的丈夫讲啦，讲迄个咱会通为伊来起一间迄个小的老厝伫迄中间。安尼会通互伊伫遐安尼有眠床、有桌有椅有灯台遮的。伊备办的毋是一个真豪华的迄个殿堂，但是咧，却是一个真简单完整的一个咱讲空间，是有床榻会通互先知来得到安息。安尼伫迄个中间，安尼会通有桌会通互伊来伫遐做事奉，伊伫遐写字等等，椅会通伫遐安尼来伫遐休困听候，有灯台会通互伊伫咧暗时会通来光照。伊为着上帝仆人所备办的是一个会通讲会用停留的一个所在。所以弟兄姊妹。这拄是咱新年的一个真要紧的关键，就是咱是毋是愿意伫咧咱的家庭、伫咱的时间表的内面，包括伫咱的财务的规划中间，为上帝备办一个长久的一个位置。真侪人会安尼讲，等我有时间才来服侍，也是讲等我较稳定咧，我才来奉献。也是讲，等我解决问题了，我才来追求上帝。就较亲像伫圣经内面去讲起着讲主耶稣讲有人安尼要跟对耶稣，但是甲耶稣讲我先处理我的啥物代志了，我才来跟对你。但是即个思念的即个妇人人，伊无有等待，伊伫咧伊的日常的生活中，伊就为着上帝来腾出一个空间。所以新年毋是一个等条件成熟了，才互主来做王，乃是伫咧现在就尊主最大的开始。即个伊丽莎，安尼先知伊丽莎伫咧安尼伊的即个接待了，伊就我头就是我的 PPT
页数放错了，所以好 OK。好，伊丽莎想要回报即个福林人，伊就问讲，伊问迄个伊的仆人基哈西讲啊，安尼究竟我要来为着伊会通做啥物代志？即个罗伯基哈西就指出讲伊无有囝，她的丈夫嘛老了，这是一个会通讲深藏在她心中多年的一个遗憾。伫咧当时的迄个文化，无有囝是一个真大的缺陷。但是真奇妙的就是，即个妇人人伫遐安尼久久咧交代着即个新人，伊嘛知影讲即个是上帝所重用的，但是伊从来没有提起的，足奇怪。伊无用着，伊无伫遐讲，伊用着接待来换迄个祝福，伊无用迄个服侍来换迄个应许。伊甚至对上帝安怎讲？伊讲讲上帝啊，你莫甲我骗，还是迄个字拍袂出来，莫甲我骗，不要这样欺哄那个婢女。迄句话拄咧透露出啥物款的一个迄款安尼伊的迄个心灵的状态，拄咧会通讲透露出伊款伊早就已经无迄款安尼的期待。感觉讲，咱讲，咱像死心去啊！伊袂伫咧迄个，伊感觉讲，这对伊来讲是一个奢望。就影这迄个真正的尊主最大的服侍，是咱无伫迄个中间，咱拢不计代价，无伫遐咧那个计算回报。迄个真正的甘心乐意的慷慨，是一种无交换条件的。今仔日咱。为着上帝来摆上的，是要为着得到祝福，是因为咱的主伊看得咱对伊的迄个敬拜甲学乐，所以咱伫咧即阵，咱就伫咧遮来敬拜咱的主。当咱的服侍动机若是单纯的时阵，是被洁净的，上帝恩典就自由，安尼来流动伫咱的生命的内面。咱的上帝伊安尼纪念即个思念的即个妇人人，伊伫遐安尼伫伊迄个无讲出嘴的迄个需要的顶面，上帝伫遐来纪念，这就是迄个上感动人的迄个所在，毋是伊伫遐来求上帝。咱会记迄个汉娜伊共款无囝。伊伫迄个中间，伊伫迄个献祭的时阵，伊喙伫遐咬念。祭司伊离伫遐讲，你要酒醉到第时，伊还佫伫遐上帝来求，要求一个囝。但是伊是拢无上帝，即个妇人人思念的妇人人，伊无对上帝来求什物货。但是咧，即马换倒转来，上帝主动来问，究竟通为伊做什物货？上帝。伫遐一直咧想讲，安尼因为伊为我所做的遮的，安尼我会通为伊来做啥物货？迄就较亲像伫咧咱伫咧新约内面，即个安尼，即个百夫长伊伫遐为着以色列人所做的，就若像安尼起一座的迄个安讲迄个纪念塔，安尼徛伫咧上帝面前，上帝无看拢袂煞哩，共款。即个思念的妇人人，伊嘛伫迄中间伊伫遐呢点点做，伊嘛无求回报，但是咧，上帝纪念，上帝主动来问起讲，究竟我会通为伊做甚物货？即句话拄互咱会通看见，上帝纪念遐个咱讲无为着家己拍算的人。即个妇人人伊无开喙，但是上帝知。伊伫遐，伊毋敢有啥物款的期待，但是上帝悠然应允。应允啥物货？伊讲明年即个时阵，你会抱一个查某囝，就到迄个时到的时阵，伊果然生一个囝。
亲像以利沙所讲的，这毋是一个偶然，这是上帝的信息。弟兄兄弟，新的一年检测咱心内会有一寡，咱讲咱早已经不敢再提的迄款祷告。也许我们心里也有一些的早已经不敢再提的这些祷告，或许是我们家庭的那个难处，或是说我们身体那个健康的那个挑战，或是说，我的整个的事业的那种停滞。或是说我在服事上面的那种疲惫，我们已经不敢再期待了。但是上帝没有忘记，上帝恩典无建立伫咧迄个咱的信心的大势，伊是建立伫咧伊的信息的顶面。这是今仔咱透过咱今仔经文，咱会通好来去想的一个问题。弟兄姊妹，咱伫咧新春圣谢礼拜。毋是干那为着过去来感恩，搁较嘛毋是为着未来来伫遐来做立志。咱要问咱需要问的是问咱家己，安尼咱的厝是毋是有安尼属伫上帝的位置？咱有留一个位置。咱的时间是毋是有为上帝来分别做成？咱的财务也是咱的经济，是毋是有尊主最大？咱的侍奉，甲着咱的敬拜，是毋是咱有甘心乐意？这个思念的，这个妇人为上帝备办一间细间的楼仔，上帝为伊备办一个囝，伊互上帝进入伊的家，上帝互应允进入伫咧伊的未来。今仔日咱检测无法度去控制咱的环境。但是咱会通决定的是，是毋是会通为着上帝来备办一个空间？当教会愿意来为上帝备办位置，上帝恩典就临到教会。咱毋好感觉讲，咱今仔是教会，咱真正就为上帝备办所在。如果咱也无真正互主伫咱伫咧。注意家己的教会来掌管作用，咱游玩只不过是干那一个咱俱乐部共款。当咱的家庭愿意互为着上帝备办一个位置，上帝平安就进入伫咧这个家庭。当咱个人咱愿意尊主最大的时阵，上帝的信息就会成做咱性命的迄个根基。所以，咱会通伫咧即个新的一年，咱会通有一个属灵的迄款安尼的日子，咱会通有3个行动。第一个，咱伫咱的生活中会通为上帝来备办空间，咱会通伫咧咱每一天，咱会通安尼有固定的时间来亲近主，互迄个咱的敬拜、咱的祈祷，甲着咱的读经，成做咱生活中的一个真要紧的核心，而不是附加的。这真重要。今仔日咱到底伫咧，咱将咱家己的生活分别为圣，你到底用偌济时间来分互上帝？咱敢有连包括咱的1/10的时间来留互上帝？还是咱伫咧中间，咱欢喜，甚至那个安尼，咱讲不计代价？第二，咱会通安尼不计算得失，只有干那要为着尊主最大，咱毋免计算迄个得到还是失去，无因为人看见才来服侍。我服侍是要为着互人看见，是我真正伫迄中间，我欢喜伫遐，就因为主伊是牵伫我来服侍，主是我牵伫来敬拜，咱伫迄中间甘心乐意，咱伫遐来忠心的摆上。咱是毋是欢喜来立志讲？咱相信主，伊安尼，相信咱讲主安尼主宰，但是咱无讲出来的迄个款安尼迄个需要，咱就算讲咱毋敢期待，但是上帝伊有完，伊是信实的。咱相信主，伊知咱所无讲出来，咱所无讲出嘴的所有的需要。所以，弟兄姊，伫咧新的一年，
咱不只是干那求上帝祝福，咱搁较爱诚做一个为着上帝陪伴空间的人。当咱为着上帝陪伴为伫上帝的确要为着咱来陪伴咱的未来。当咱尊主做大，上帝的确要纪念咱的欠缺甲需要。当咱甘心乐意来伫遐来服侍的时阵，上帝的确要亲自来回应咱生命内面迄个上深沉的迄个安尼，咱讲空缺，是讲欠缺的所在。当咱伫咧新年立志，伫遐讲主啊，呾今年我的家、我的教会，阮的教会、阮的生命，拢有你的位置。安尼，咱期待咱愿上帝的恩典会通进入伫咧你的家中，愿信息会通诚做咱骹前的灯，愿主的信息会通诚做咱骹前的灯，愿新年会通诚做迄个新业甲应允不断伫咱的生命内面实现的一年。咱会通安尼来奉主的名，安尼来宣告。当咱欢喜来将咱的家、咱的教会、咱的生命，我足无爱讲咱的教会因为我较期待讲的是讲主的教会，因为咱爱真清楚知影，包括咱的家，咱要讲咱的家，咱讲当咱讲主是五家之主，咱敢有真正互主伫咱的家庭内面做主。咱讲主是教会主，咱有真正互主诚做这教会主啊无？共款伫咱的生命、咱的事业，咱真正互主来诚做咱的主啊无？期待咱会当咱伫咱的每一个项目，咱的家庭、咱的教会、咱的遮个迄个生命中间，咱拢欢喜来互主来做主做王的时阵，主伊要安尼用着迄个新业甲着应允来充满伫咱生命，咱的即一年，咱会通安尼来奉耶稣的名，安尼来宣告，主伊的确要成，因为当咱为主陪伴一个位置的时阵，迄个恩典就已经进入伫咱的家中。所以咱会通搁一摆好好来想，头拄牧师所分享着，伫你的咱的家庭、咱的时间、咱的金钱，甲着咱的安排内面，咱是毋是有真正为着上帝陪伴一个久长的位置？是咱只有干那讲有闲的时阵才去想着伊？伫咱的服侍是毋是会通拢是带着迄个交换的心态？是咱单纯为着因为上帝伊牵伫咱牵伫。安尼，搁咱甘心乐意来甲伊摆上。咱的心中是毋是有一个咱过去已经安尼毋敢搁再提起的迄个祈祷？咱是毋是愿意搁一摆重新来相信上帝？伊是迄个信息的主，伊的确要听咱的祈祷，伊也要诚伊的心意伫咱的生命内面。伫新的一年，咱会通有什么款的具体的行动？亲像讲，为着上帝陪伴一个小路。即个小路有可能是亲像是咱会通伫咱的生命内面会通有一个固定的灵修的时间，也是讲咱欢喜伫遐投入什么款的服侍，也是咱伫咱的家庭内面恢复迄个家庭的这段。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咱所分享着，咱会通搁一摆好来安尼来亲属，互咱的即个新的一年会通诚做迄个主所要祝福的一个一年。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带领阮进入新的一年。阮也感谢你借着即个思念的即个妇人人的故事，搁一摆来提醒阮，迄个真正的祝福，毋是对安尼要求来开始，乃是对为着你陪伴位置来做开始。主啊，求你光来照入阮的心，互阮会通看见阮家己是毋是时常有将时间、阮的金钱、甲着计划来留互主你，也是阮安尼家己来做主做王，将你放伫咧迄个次要的位置。
求主你赦免阮迄个自我的中心，甲着迄个计算安尼得失的迄款安尼的心。主啊，今年阮愿意来搁一届来定心来立志，伫咧阮的厝内，为着你来设立祭坛，伫阮的生活中来分别时间，来亲近主你，伫主你的教会中来甘心乐意来服侍你。求你安尼，互阮迄个慷慨甲迄个接待的心，互阮会款安尼伫主你面前会摆上，毋是为着回报，乃是阮单纯因为主你是堪得，阮敬拜甲学乐的主。求主教导阮尊主最大，互耶稣真正伫阮的生命中来做主做王。天父上帝，阮搁一届安尼谦卑伫主你的骹前，主你知阮内心遐个阮安尼无讲出喙迄款安尼遐个需要，遐个阮毋敢搁再期待的迄款安尼祈祷，求你帮助阮会通来相信、信靠你的恩典，无建立伫阮的信心的大势，乃是要建立伫你迄个永远的信息的顶面。当阮为着你备办空间的时阵，求你亲自来进入伫阮的家中、阮的工作，以及阮未来的每一个时刻的顶面，来成就主你迄个美好的旨意伫阮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愿新的一年诚做恩典临到的一年，也诚做见证主你信息的一年。愿咱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祷，阿免。这时，咱来吟回应的圣诗，圣诗438首，圣诗438首。愿礼찬也好整旨，咱起立吟全首。
咱犹原徛着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七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伯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来进行感恩奉献，咱请李恩亲执事甲李恩新长老。将咱起立来敬奉献的诗歌。这是咱来读本周的经句。本周的经句，咱先读台语和日本的部分，咱同齐开嘴来读，请。富人果然怀疑，到过年即时，生一个查甫囝，拄照123所讲的话。接下来我们来念和合本的部分，请。妇人果然怀孕，到了明年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以利沙向他所说的，《列王记下》第4章17节。那么进行迎新报告进前，咱先来介绍两位新朋友，就是慧丽老师的学生吕先生夫妇，可以站起来一下吗？慧丽老师有来吗？哦，那老师要介绍一下啊。欢迎，请坐。今晚咱要开始
进行1年1度的记忆力大考验，就是要考甲咱牧师考试，所以咱邀请牧师甲方美长老。你敢无爱先报告了才来？好，你先介绍咱，再来报告。无啦，因为咱咧介绍足久的，先报告。好，安请咱兄弟先来看报告事项。报告事项第1点，今仔日是新春的大年初一，咱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新年快乐。那礼拜了后有迄个药膳排骨甲烤地又是咱牧师娘准备的，所以请咱大家一定要留落来，同齐来享用。第2点，咱下主日是要举行咱的定期贺元贺会，是伫早时9点半时。请咱兄弟迄天若无法度来出席的是，请伫21号的中昼12点以前，干事也是伫咱的迄个弟兄姐妹大群组来请假，互咱的贺会会当顺利的进行。第3点，3月初下晡2点到5点，伫咱的教会有举办诗情敬拜课程，咱除了欢迎咱教会诗情同工以外嘛，欢迎讲咱兄弟若有兴趣的，拢会使来参加。刷来就交互牧师甲方美长老。先头拄一个即个第3点吼，咱鼓励咱兄弟，咱若是对即个不管是咧抒情也好，敬拜也好，迄落起来我叫，咱会通来参加吼，即个课程是崂山牧师吼，刘小婷牧师伊迄届来咱遮分享的时阵，安尼拄好甲咱的同工咧分享，后来因为拄好伊伫咧228，拄好伫咧台北有一个复赛。拄好邀请到伊的一寡同工，包括即个罗安仁老师，诚做伊的迄个伴奏，所以伊就伫咧咱迄届伫咧咱遮，伊就家己决定讲安尼要甲到大溪教会，因为3月初一，伊拄好去大溪教会来分享，分享信息，所以伊就讲安尼看是毋是咱教会南洋甲着大溪来合办啦当初是我感觉讲大溪的迄个场所较好势但是咱的长老讲无即个咱爱来咱遮办所以安尼落尾手有甲大溪卢牧师有协调了，阮就将即个讲员甲抢倒过来，抢倒过来讲安尼来阮遮办安尼安尼上重要是期待讲因为拄好伫咱的教会伫遮来办理所以咱有搁较侪机会会通安尼，咱毋免出外，咱就会通有伫遮有学习所以即个课程是开放的所以嘛欢迎各教会遮的司琴者也是遮的敬拜者带领敬拜的人，拢会通好来安尼来参加所以咱会通来安尼5人来安尼宣传所以到时阵迄个海报的电子档牧师会搁伫咧咱的迄个群组内面搁再发一次咱会通安尼发给咱有熟悉，也是讲伊是迄个伫咧教会内面拢有咧参与服侍是你家己过去拢也毋捌参与服侍，但是你欢喜要参与服侍。嘛，欢迎咱会通好到伫咧即个3月初一的时阵来安尼参与即个即个课程这是下晡2点到5点3点钟的时间所以欢迎咱来参加。另外一个补充就是咱的咱的兄弟李富祥弟兄伫咧安尼昨暝安尼已经安息伫主的怀抱内面咱真感谢主因的遗族今仔日嘛伫咱中间真可处咱也将嘛请因稍微起来一下另外包括玉祥嘛，搁伫咧遐咧服侍所以咱真感谢主，来请坐嘛愿主亲自安慰遗族因为即个时间点真紧急，所以咱的即个个别礼拜会安排伫咧2月27号拜5的下晝9點半伫咧福園的801廳同款11點火化
下晡2点要用到树葬的方式来进行，所以等下那咱礼拜煞可能请一寡咱的礼仪咱的礼典的同工会用小可留步，咱小可讨论一下可能爱安排一寡遮的时间所以即个过年有一寡人可能会较无闲一点好这是咱安尼临时有拄着的遮个代志咱嘛是爱为着咱的同工，为着咱的集体来做好的工这时咱就来开始来介绍安尼对这边好无？好，来对美林自强有个人可能还佫毋知影到底自强生做啥物款咱拢敢知影为着伊祈祷自强咱会看见伊嘛有真好的迄个安尼见证自强后来自从来到教会了后，性命得到改变主嘛医治伊，互伊的迄个安尼，虽然讲伊即摆因为伊青光眼游完，还佫看无啥有，但是上帝，我看见上帝伫咧伊的手面顶所做的工特别因为伊看无，所以迄个牧师讲的，甲着包括咱伫咧拜祭祈祷会内面咧念迄个上帝的属性伊拢用背伊毋但呢，伊伫咧伊的迄个钥匙店安尼时常迄个照伊的见证讲的伊原底是一个原底拢无咧甲人咧交插的，反正你来说是来囡仔来，我甲你创好就行李收钱但是即摆无共。迄伊的顾客老主顾讲，好，你即摆哪会遮厚的？伊就不断伫遐来共人传福音啦，所以咱就知影讲，咱会用伫咧啥物时阵拢会通安尼不是，包括你伫咧你的工作顶面，你着用安尼小可甲人分享你家己的一寡生命的经历，互人会感觉讲我足期待嘛要甲你共款，安尼来人传福音。好，来请坐。来，那个依云。民虎有来吗？一手，民手是的，在屏东咱依云安尼准备要做新航路新地股啦所以咱嘛恭喜伊来，民芳、家军，个俊彦，边迄位是啥？那个丽敏，来，请坐。丽敏在隔壁。来，文兰文兰那最近看也较瘦伤过操来，家军，阿邦好嘞。今天你一个呀 ，OK 好。来，那个明达长老因的家族。娟慧、陈安、陈恩，任婷，有林雅伫这边，香香伫遮，好，因这家会嘛真大好，来，请坐，来，佩瑜，好，再怡婷，怡婷甲迄个，这叫啥？怡博，怡博，佩丽老师过来，这就是方美长老因这家庭，爸爸敢来，爸爸方俊，咱知影方俊方美长老因伫咧咱的每一个月爱餐因真正是尽心尽力我拢讲咱的爱餐迄真正是叫做阿婆仔炊碗粿咱迄个方俊伊咧准备迄个叫做红酒炖牛肉你知影迄红酒是灌偌济落去无？而且迄红酒拢毋是歹的，拢是赞的所以你若咧食的时阵，你就知影讲伊偌尔，佫毋难呢，佫伊咱教会有迄个教会节期，所以伊佫会伫咧迄个拄好碰到教会节期的时阵，伊就用教会节期
应可能会有诶迄款安尼一寡食食来甲咱同齐来去安尼透过食来去思想吼，咱的这个信仰吼，感谢主。来，过来素敏姐，孙拢无倒来，有啊，无甲带来。好，再过来是那个孙雅，是洪时光，洪时光，来时光啊，咱的新朋友啊，安尼伊原底本地厝是伫咧桃园的三民吼，啊现安尼伊即马来踮伫咱宜兰遮吼，要来安尼落地生根，啊咱安尼通好啊，甲伊做朋友，啊嘛期待伊伫咧这所在会通有做好的。我说台语你听得懂吗？听得懂哈 ？OK， 好，好，请坐。来，春雅，咱的赵子姐，哦，啊个，可以，啊个后壁，伟明，啊个迄个，佩珍，哦，甲以恩，哦，好，请坐。来，都过来，这个，李阿姨，因的这家族，你几个？今仔日来几个？3个，哦，厉害。郑宇哈，咱的小王子，好，过来，丁乐牛，丁乐虽然因选去伫咧南口吼，但是逐个月拢会转来认真讲，这真正是叫做无人有的吼。每个月的第3主日吼，第3主日嘛吼，啊第2。第3嘛吼，我会记是第3吼，第3主日吼，拢专工来，佮透早来，咱拢还搁咧，咱凡说来，咱还咧困吼，伊就已经安尼已经请出发啦吼。啊，来到教会第一件代志就是若毋是咧摒扫，反正就是安尼啊，即马，所以恁若逐个月若看到伊徛咧遐哦，伊佫会甲你献一张啊相。好，来，好那个。玉祥哈，因全家，好，碧如老师，曾志新，曾志新，姐妹，咱的新朋友哈，请恁。礼拜煞爱甲伊讲话，吼！你若期待伊留伫咱遮，咱就爱甲伊做好朋友，吼！啊，你若迄落拄着伊的时阵，你爱自我介绍，讲我是啥物人，啊，互伊来熟识你，吼！伊若有法度伫咱南洋安尼熟识7个人，吼！安尼伊就法度留条咧，吼！吼，所以。哦，咱来安尼较侪人来去甲伊安尼做朋友。来，恩心李长老因即个家族，你看这个家族吼，啊，这大家族吼，佫有啥物人？后壁无啊，拢伫咧遮吼。好，哦，你看这个吼，这个生养众多，感谢主。来，唐明老师、双如老师，过来，苏静姐，阿哥，妈妈，素姐，谢谢，来 ，hello， 弟兄，刘栋念弟兄，什么人？标，不是这边，那个嘉珍姐，嘉珍姐，过来。柳洞念弟兄，甲表碧琴姐妹，你莫看伊安尼哦，伊拢用行路来哦，今仔嘛行路来吼，拢透早对南丰路遐行过来吼。你今仔伊坐车坐咧自来水厂遐，才坐来自来水厂遐，才佫行过来安尼嘛吼，拢透早来吼，所以咱若大概不管是基督会也好，礼拜也好，因拢是第一个到的吼，所以吼，
咱真好的信用的模范。来，丽淑姐。Hello， 过来。秀敏，哎，秀敏，咱的干事。现在秀敏听讲7点外就到。哦，我从来唔捌看过。安尼，咱咧七早八早，咱的干事七早八早就到吼，咱真正安尼，上帝为咱备办一个真好的干事啊！好，谢谢。好，银莲姐。好，过来，淑芬。哎，咱的淑芬长老。来 ，Hello， 乐乐。凯正，嘉文。凯正，嘉文你知道？哦，来，凯正、嘉文，哦，还有乐乐。过来。吕宗银夫妇，李宗银。哪一个？吕双口吕。哦，吕双口吕，吕宗银。宗银。哦，你这个名做成礁溪教会的吕宗明牧师。我讲港名港姓嘞，欢迎。过来，咱的志宏长老跟儿子哈，跟媳妇吗？哦，欢迎。儿子媳妇大部分都在台南嘛哈，高雄嘛，哦是住在高雄。哦好，请坐。来，咱的那个正方。哦，来林珠姐，咱的方四方弟兄。来 ，Hello， 咱的地长老，美珍长老跟咱的正宫长老。好，过来 ，Hello， 碧光长老，Hello， 花英姐，哦，阿孙呢？哦，还有进来了，哦，雅柔，哎，这嘛是生养众多哈，对，哎，这嘛是生养众多，哎，还有女婿，碧光长老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哦，你看一次要生4个哈，那个叫迄个那个啥老三牧师讲的哈，上好拢爱安尼。生4个哈，安尼才有法度为着上帝来安尼生一寡这敬虔的儿女哈，哎，好，来，过来，这个叫啥名？我们的年轻人，哦，牧师的儿子路德，吴牧师的孙子啦，孙哈，哎，是多一个？安尼 ，OK。儿子叫路德。好，来，路德。来，那个罗牧师来，牧师娘来请起来，哈。我去互恁兜安尼靠倒去。好，来，过来，那个阿福，张永福。头早林子起来的时阵，后壁无起来吼，缇娜无起来吼。丽娜吼，丽娜。来，过来，施佩姐，思恋姐，哎，还有媳妇。哦，好久不见，我都快要不认得了。这阮查某囝的老师呢？哎呀，指导教授，哎呀，然后这个差点忘记看怎么办呢？我表示你太久没有来了。好，过来，那呢，淑慧老师。你是才拄啊出国回来？还没出去哈？哦，我想讲你回来啊？哦，好，来静怡姐，我们的静怡姐。来建民亲亲，哦，他们家。老大嘞？哦，在后边 ，OK。好，来，那呢，淑娟姐。好，咱的三庙，哦，鹤林，鹤林，啊，
来，以纯，啊，哥，咱的居里老师，我们漂亮的诗情，哎，阿哥吧，哦，我们家，来，莫输牛，莫输牛，阿哥，生日快乐！陈启即马咧伫咧台中咧读册啦吼，伊读学士后医，所以较无啥物时间通好来，到过年吼，所以伊家己真主动吼，就走来吼，今仔日拄好欠动工，伊就去伫遐安尼来到服侍。好，毋知阁有啥物人也未介绍到的，外面的人都有了吼，好。有人无介绍到无？应该都有吧？这边有没有？有，都介绍到了。都有哈。好，安尼。好，谢谢。来，咱先起立，咱来互相来迄落安尼道恭喜哈，新年恭喜！来，我们这边的，请你按到迄边，迄边的来按到这边，来互相来，新年恭喜！今仔来请坐吼，咱今仔日吼，牧师娘有准备迄个药膳排骨吼，甲着迄个苦茶油面线吼，恁爱负责拢甲食好了哦嘿。恁若无食好完吼，安尼牧师会伤大箍，袂使吼。所以恁爱负责把药膳排骨整个吃完吼。好，来，以上。这时，咱来上映圣诗388首，圣诗388首，灵光归于圣父上帝。今时煞请林耀圣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金泉手。灵光归圣父上帝。愿恁的疼心亲像约旦河的水流，长流无煞；愿恁的信心亲像锡安山的步道步步高升；愿恁的祈祷亲像金香炉的烟请到主的面前；愿恁的读经亲像金灯台的亮光，照亮恁的前庭；愿恁的家庭亲像橄榄地的葡萄，幸福甜蜜。愿恁的身躯若黎巴嫩的百香树，永壮茂盛；愿主赐恁的恩典，若翕明山的露水，年年滴落。安尼，奉主的名祝福祈祷，阿免。请坐灭岛避讳，咱用着这个祝福的诗歌，咱来彼此来祝福。咱趁咧准备的时阵吼，较等的吼，请咱等的过年吼，咱来翕一张合照，吼，请咱等的全部拢坐活来，吼，来咱来彼此来照一张合照。来，咱同齐用着这条诗歌来彼此来祝福。愿上帝个今日
上帝光，引你照的人，愿意照光咱的路站，当咱是所带咱倒转，愿上帝光引你照的人。上帝听，因你听的人，愿上帝听，因你听的人，愿咱所受一切温暖，献伫咱所做所讲，愿上帝听，因你听的人。愿上帝平安，因你赐予咱。愿上帝平安，因你赐予咱。愿因错过无咱，等咱三分你。愿上帝平安赐予咱。愿上帝。念伫咱，愿上帝光，引你照的咱，的高原好，咱来来请咱来坐较晏咧，咱要来献一瓶合照吼。新年大家人好不容易拢好，请迄个来，咱来安尼，迄边嘛换过来啊，一边换一边换一半啊，无安尼这边无啦，迄个椅仔嘛过来啊，嘿。